日期7月25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：耶和華，求你醫治我，我便痊癒；拯救我，我便得救。因你係我所讚美嘅。耶利米書17章14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！因你係掌管萬有嘅活神，醫治我嘅主啊！唯有你係上帝，喺你以外並無別神。你叫人死，你叫人活，你損傷，你都醫治，並冇人能夠從你手中救出嚟。救我嘅主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保存我，叫我存活，叫我喺地上見到你嘅恩典。求你唔好將我交俾仇敵，遂其所願。你係救我脫離一切災難嘅，我嘅心要稱頌你。凡喺我裏面嘅都要稱頌你嘅聖名。我嘅心要稱頌你，唔忘記你嘅一切恩惠。你赦免我嘅一切罪孽，醫治我嘅一切疾病。你救贖我嘅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同慈悲為我嘅冠冕。你用美物叫我所願嘅得以知足，以致我嘅生命得滋潤。耶和華，我嘅磐石，我嘅救贖主啊，願我口中嘅言語，心裏邊意念喺你面前蒙悅納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Amen。